兄弟大家平安。第一场的礼拜要开始，今仔日嘛是感恩节主日，所以等下有2届的奉献。第一届奉献是咱主日的奉献，第二届开来到台前遮有感恩节的奉献，所以请咱做伙备办心，只是请苏琴来奏乐。宣调，上帝啊，你的主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十谷的殿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宝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主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是互心内正直的人。这是要来吟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福，请咱起立吟全首。就你快
咱犹原听的，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哥林内受苦，并世界死，埋葬路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启示文，启示文第25篇，伫圣诗后壁面1043页。启示文25篇，诗篇103篇。启示文25篇，我来刻，恁来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人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法官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臃肿。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肯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生，风一下吹就消失。无人会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用公义对待因的囝囝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物。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话。这名伊命令的使者，恁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这是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啊，我要尊你最悬，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的，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你是至大，应该受大的学乐，你的大到袂测度。这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权能的事。伫感恩的节期，阮犹原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要用诗歌来学乐你，用见证保养你。人要讲起你的大权能，要保养你的至大。耶和华，你是有恩惠、有怜悯，袂快快受气，大大有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创造，
互阮有稳定活伫即个世间，享受你的福气。虽然有苦痛、有病痛、有跋倒、有压制，毋过伫你有温柔、有医治、有扶持、有透放。无论阮是有声还是无声的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你拢爱耳康听阮的恳求，搁赐互阮有国外的性命得胜的稳定。主啊，阮满心献上阮满心的感谢。即时，阮求你的圣神继续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常常有气力、有信心来迎战每一天，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即时要来奉献，即马是要收主日的奉献，请即事来收奉献。咱做起立来吟奉献诗。我的子阮献予你，用出龙潭的情。我的在情你相思，甘我愿你做庇护。咱来奉献的祈祷，大父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互阮有能力伫属龙工商得到收入，会当面对生活当中的需要，这拢是你所享受的稳定。阮心内献上感谢，只是阮用担保来奉献，诚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降力，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伫周报的第4页，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2023年感恩节主日，本会举办感恩见证礼拜，特别安排妇女圣歌队2场的献诗，逐场礼拜由成人、姊妹、社青、学青牧区来见证分享，愿全体兄弟向上帝献上感恩节，祈求新的一年更加蒙福，更加丰收。第二项，本主日上午9点到下晡5点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地点是伫教会副堂头前，请关会者早身份证到来排队关会，那关会的会当得到1份礼物。第三点，本主日起，本会发送2024年油厂教会话的主题是耶稣讲，敬请兄弟以一家一户的单位，伫1楼广场内签名领取。第4点，本会定伫11月30日拜四暗上8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来出席参加。第5点，下主日是总会锁定的教社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来为教社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6点，
下周主日下午2点半，伫3楼的会议室召开12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来出席参加，还佫有东港机构的首长来列席。第7点，本会定伫下主日下晡4点半到5点半，伫油厂敬拜中心来举行2023年度圣诞节点灯活动，欢迎有报名的兄弟来踊跃参加。第8点，本会定伫12月初10、12月17两周主日下晡3点到6点，伫油厂敬拜中心来举办幸福特会，敬请邀请幸福小组的 Best 报名来参加。报名请小组长来报名，嘛请各牧区的区长伫下主日前来将名单送到办公室。第9点，本会定伫113年正月28暗时7点半举办有克某新年在役成果发表。地点是伫主堂，欢迎乐器也是爱跳舞的囡仔、个人也是团体，会当用边仔的 QR code 来报名参加。具体的消息，第一项丧事，本会陈进祥兄弟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11月25第昨拜六伫市立殡仪馆举行纳棺个别火化安葬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第二项喜事，本会彭德清姊妹甲杜宝生兄弟伫12月2号上午9点半，伫本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弟来观礼，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建立幸福的家庭。第3点，合作社的消息，第一小项甲第二小项拢是贷款的，那如果社员有需要，伫11月30日前来找合作社来办理。以上报告告介消息，请陈牧师。兄弟，咱也有报名参加各样中会抄写圣经的，伫今日这个主日爱交这个稿到办公室，吼，因若过时间就可能无法通甲你送件，请你注意吼。第二，各样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2月16，下早时9点到12点，伫林芳宫餐厅有举办圣诞节赞美礼拜，若要参加费用是500块，咱的妇女圣歌队有补助每人200块，咱这个主日爱咱的李淑慧队长来报名。第三，台湾还有隐藏事工，伫每年的正初甲初四举办夫妻之爱的宴会，地点伫敬拜中心，费用一对7000，若要参加的，咱会当用 QR code 还是甲办公室报名。以上。这是要来看上帝话，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9章第1节要看到13节，韩国撒母耳记下卷第9章要看第1节到第13节。白话语的圣经伫354页，台语汉语本是337页，和本是伫389页。我来读第1节。大笔问讲：扫罗的家还有剩人无？我通因为用那单的缘故来施恩予伊。扫罗的家有一个奴仆，名叫西巴，人叫伊去大笔遐，王就甲伊讲：你是西巴吗？应讲：你的奴仆就是伊。王讲：扫罗的家还有人无？我通将上帝恩
是互伊西巴对王讲，约拿单还有一个囝是摆卡的。王甲伊讲，伊伫倒落。西巴应王讲，伊伫罗德巴阿米利的囝马一个家。大必王就找人去，对罗德巴阿米利的囝马吉的家带伊来。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来见大必，拍落去拜。大必讲：米非波设啊，伊应讲：你的萝卜伫遮。大必讲：你无得惊。我要因为你的爸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予你。我要将你的功扫罗一切残垣拢向你。你也要常常伫我的桌三角遮。伊搁拍伫拜伊，讲：你的萝卜是啥物啊？是亲像一只死狗，你竟然看过我。第9节。王叫扫罗的老母西巴来，甲伊讲：我已经将属扫罗甲伊全家的，拢互你的主人的囝。你甲你遐的囝，你遐的老母，就甲伊种做田园，带所出产的，互你的主你的囝有米通食。总是你的主人的囝米非波设要常常伫我的桌三角遮。西巴有15个囝，20个老母。西巴对王讲：记我的主，我的王所吩咐老母的，你的老母拢要照安尼行。王阁讲：米非波设要伫我的桌三角遮，亲像王的囝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囝，还细汉，名叫米迦。囡仔住伫西巴的家的人，拢做米非波设的奴仆。对安尼，米非波设踮伫耶路撒冷，因为伊常常伫王的桌三角遮，搁伊两骹拢摆。以上，即时赞美要请妇女圣歌队。
即是有两位见证分享。首先第一位要先请汤树宏兄弟，唔知哦，知吗 ？OK， 好，咱做拍鼓啊来欢迎伊哦。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上帝的恩典啊，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感恩是一段相遇，感恩是一份真诚。谈到感恩，除了感谢神的拣选，更要感谢两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一位是翁世俊牧师，一位是邱昭娣长老。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神透过他们帮助扶持我。因着一份真诚的关爱，让我和太太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也让我心中有了盼望，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股市名人巴菲特说过一句话：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叫做改变。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神话故事，怪力乱神。我只相信自己，只要努力，无论什么事都可以靠自己解决。但这个思维一直到太太生了一场病，才被改变，也因此让我认识神，经历神的同在。我决定接受基督信仰，受洗成为基督徒，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改变。神摸不着，也猜不透，但却看得见，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什么是爱，我更看到自己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太太生病期间一直拒绝吃药治疗，神奇妙的带领，让我和太太有一块开心农场种菜。在此之前，要我在太阳底下流汗种菜，那是不可能的。但神让我接受改变。从今年的2月初到现在，看到自己播种的菜从无到有到收成，心中充满喜乐，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我也看到太太的心灵一天一天的被医治，我才领悟到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不透过医生开的药来治疗，而是以自然的疗法来医治。在农场种菜这段期间，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真理：一颗种子若不被埋在土里，它永远是种子；只有愿意被埋在土里，褪去老我，才能够有新的生命，且开花结果。而我就是那一颗种子，我接受了改变。上帝告诉我要用关爱的心、耐心陪伴太太，也告诉我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发怒，更要彼此相爱，也要爱人如己。所以现在我和太太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觉之前，都会互相拥抱，互相勉励，更感恩上帝赐下一天的细期，供应一切所需。信仰给了我力量，戒掉了捆绑我将近40年的抽烟习惯，让我相信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在台塑企业南亚公司服务了30年，退休以后，好几次在半夜中出现死亡的恐惧，但是靠着信仰的永生盼望，让我心中平安，不再惧怕死亡。从去年的12月18日受洗到现在，也将近1年的时间。我要感恩所有关爱过我的人，更感恩上帝的带领，拯救我的家庭，医治我和太太的身心灵，让我们拥有了盼望。
从忧虑变成喜乐，从恐惧变成平安，这一切的改变都是神的恩典。神就是爱，神就是真理，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相信并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上帝一定可以成就我们的祷告，且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并赐给我们一个美好而得胜的人生。在感恩礼拜的今天，愿上帝大大赐福给在场的弟兄姐妹，也再次谢谢上帝与我们同在。阿们，阿门。多谢汤兄弟。什么是上帝奥妙？就是无可能，真做可能。阿门。虽然生活当中会拄到一寡破病，也是一寡苦难的代志，但是上帝的意念是关过咱的意念。阿门。好，这时咱要邀请第二位是杨丽兰姊妹来做见证的分享，咱拍拍来欢迎伊。一路走来，你得到了多少恩典呢？陈牧师还有亲爱的家人，大家平安。我是姐妹牧区秀芬小组杨丽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这2年来我在烈火读经所经历的奇妙旅程。在去年初的一个周3的祷告会，我听了立文传道分享烈火读经，然后回家之后呢，那把烈火就开始在我心中燃烧。身为第3代基督徒的我也好想好好的把圣经读一回，但是我知道我一个人会有惰性，读不了多久我就会停止，我需要找伙伴，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外甥。当时他是当完兵待业在家，白天有空可以跟我一起线上烈火读经。我们2个就从去年的2月开始，每天花50分钟，一天读10章圣经，读完再 RPG 祷告。我们维持1年，每天如此，把圣经读完一遍。记得立文传道说，烈火读经一段时间之后，那藏在身底的情绪会彰显出来。没错，当时外甥在当完兵之后，开始找工作，找了半年以上都找不到。他一个成大毕业，多益900分的孩子，竟然找工作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原本自信满满的他，被现实磨得开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常常问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很糟糕？他甚至一个人不敢在家，晚上也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当时除了跟他一起烈火读经，也请丽萍，因为他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请丽萍陪读，为他做医治释放。就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跟外甥烈火读经，丽萍跟他陪读祷告医治释放，让他的这些情绪恐惧能够得到释放。几个月后开始，神为外甥兴起了环境，在桃园教会有一位阿姨主动说要帮外甥审核及修改他的履历，同时神也兴起一位同学来帮外甥模拟面试，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跟外甥说，我们每天烈火读经，就是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在半年后，神果真听我们的祷告，为外甥预备了一个
工作。在我们看来，外甥的求职工作是不是标准定得太高了？对于社会的新鲜人，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神就是按着外甥所求所想的，预备了一个好的工作给他，一个上柜的公司，国外的业务，起薪47000。感谢主，神带领外甥度过了那低谷，走过了那旷野。以前他只知道要靠自己努力，但是现在他知道，他有一位神是他最大的后盾，他要靠的是耶稣基督。感谢主，他除了找到了好工作，他那些负面的情绪也都离开他了。现在他只要有空，就会回高雄看看阿公阿嬷。在今年教会也推动了读经，我当然要跟上。于是我又找了另外一位读经的伙伴，每天烈火读经8章，加上 RPG 祷告。我们在今年11月也把圣经读完一遍，达成了目标。感谢主，神今年在我2个儿子身上赐下了恩典。从去年下半年，我的小儿子也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读大学读得很不快乐，他身边的好朋友都离开了，不是休学就是转学，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这年代的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过得不快乐，因为有太多的忧郁症，让我们不敢想象孩子会不会也是下一个。孩子在台北读书，我们无法看着他，我只能每天祷告，跟神求：主啊，求你让我的儿子灵魂苏醒，让他知道他自己对未来的方向。今年2月，孩子想转换跑道，报考警察专科学校，3月才开始准备考试，那5月就要笔试。我更是迫切的祷告，求神说：神啊，这2个月的准备时间，求你让孩子能自己主动的花时间读书，准备考试。当5月笔试完之后，到放榜之前，我仍然是持续的祷告，求神为孩子预备一个名额，即使是候补，也要候补得上。到了放榜那天，儿子传来了讯息，他考上警专了，感谢主，而且是正取，不是备取。当时我看着那讯息，全身颤抖。老公说他看到讯息，感动的哭了，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神，他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当下我打电话给儿子，带着他做感谢的祷告，同时也谢谢儿子，他这2个月来真的很努力，下功夫在努力的准备考试。儿子从去年的讯息已读不回，到不读不回，甚至不接我的电话，因为他心情低落。但现在放假回来，他有说不完的学校经验，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主啊，谢谢你送给我儿子这么好的礼物，也谢谢你帮我把儿子找回来了。今年大儿子毕业要当兵，我也把当兵的事放在祷告里，求神为儿子预备最适合的时间，最适合他的营区，会欣赏他的长官。当我这个月接到他的兵单，儿子的入伍日期
是11月23日感恩节当天，谢谢。当天入伍，我看到的那个日期，我满心的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给我的确据，他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他会为我保护着他，看顾着他。这是这2年来我学习到，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凡事祷告求神带领，神就必祝福。一路走来，神的恩典真是数不尽，信靠耶稣真是甜美。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他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亲爱的家人们，在信仰的旅途中，我们都需要伙伴。当你在低谷、在困难的时候，伙伴会为你祷告。尤其当你是一个不太会祷告的人，你更需要找一个会祷告的人来做你的伙伴。圣经说，魔鬼如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你落单的时候，魔鬼就更容易吞吃了你。教会就像是一列火车，我们需要主动的跳上去，跟着教会走，准没错。教会带的 RPG 还有烈火读经幸福小组，我们都要主动去参与，这样我们会跟着教会一起成长。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此，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老主，将一切荣耀拢归给主。这是讲到，今日的题目是：你为何对我这么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请陈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啊，你的隔壁讲，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有你，感谢主吼。咱感谢上帝，是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伊有讲袂尽的恩赐。今日牧师读这段圣经，其实伫圣餐的时我也捌读过。特别用这个题目讲，你为何对我这么好？这个是伫11月15，美玲长老咧早祷带诗歌唱这首讲，伊为何对我这么好？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候，心中就充满感动，就是圣经的这个人物的画面就走出来哈。感谢主，上帝对咱真好，上帝对你真好，对我真好，对咱拢真好。所以咱会当听到迄个四王兄甲丽兰姐妹吼，因人生毋是拢顺境，有时有逆境，但是不管顺境逆境，当咱会当敬畏上帝，咱会当祈求上帝，咱会当倚靠上帝。主爱上帝，伊就伸手伫咱中间，伊袂将过头重的担摕伫咱的肩头顶。伫咱拄着试炼的，总是会甲咱开迄个脱出的路。感谢主，咱伫即个感恩节咱就爱颂效上帝对咱的恩典有一个迄个文章叫做感恩的语录写足侪人对即个感恩节的感恩逐个人拢有迄个对无同款的心情去感恩，写伊伊迄个图片袂当甲用，所以我袂当摕出来来，感恩的心人拢有，但是感恩的人人一定会敬重伊一个人袂感恩一个敢埋怨，即个人无人爱甲伊做伙所以咱咧小组聚会牧师常常讲小组长咧带领你得爱分享感恩的代志。吐口水，输啊吐地使
组长，你讲我听，因为你有拄着艰苦，我知影，我甲你听。啊，但是呢，为人哦，听着遐济哦，伊感觉讲啊，大汉拢一艰苦啊，吼。其实咱拢需要感恩啊，咱若为着迄个蜡烛光感恩哦，上帝就互你的迄个咱即个啊日光灯会光啦吼。你若有日光灯的，为着这感恩会互你月光啊，啊月光感恩会互你日头光啊。所以当你若为日头光搁感恩啊，上帝国会临到你。所以咱若爱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的创造，感谢上帝的救赎，感谢上帝的引带，咱就感谢上帝，互咱有咱的父母会疼痛，有亲人朋友的关怀，咱有一个真水的家庭，咱拢是爱感恩，咱会当有一个大的家庭通敬拜啊，三甲来敬拜上帝，来学了上帝。啊，上帝互咱伫即个自然界哦，所以有人描写讲哦，感谢日头互咱光明甲温暖，感谢月亮照光咱即个暗时的空中，感谢透早的即个日头会当将即个黎明甲放出来，感谢夕阳带来即个水的空中的色彩，感谢春风甲这个生养去，感谢这个土地会当养出咱所有这个生灵。佮讲啉水毋通袂记咧迄个乌井的人，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感恩那个一个透明的水井，互人感觉足宝贝，用心去体会每一届的感动，你会充满水佮欢喜。感谢有你伫无尽的路，你扶持我；伫迄个会使讲无边的海，互我有一个五望的光；伫迄个无边的沙漠，创造永存的绿洲。哦，佮有一个讲啥？讲伫感恩中，下一页哈，无闲是一种的幸福，无时间通体会艰苦，奔跑是一种的快乐。会当珍惜感受生活，啊，也先是一种的享受，互你袂当想到空虚啊。啊，这是有真正咧描写啦，吼，描写。真正咱有感恩的时，一切拢会诚做美好。啊，感谢主吼。我听了这首盛小梅做的这首歌，现在咱这场无机会唱。后一场咱有敬拜好了，咱会唱这首的歌吼。这首的歌吼，实在真好听足感动。咱会当家己去听看卖吼。我想到画面就是讲以色列百姓吼，因原来伫埃及做奴才，当因会当出来及过红海，经过旷野，后来进入到这个老年甲密的地时。你甲想看卖因的心情吼，头一届食到迄个头水的果子，心中的感恩是袂当形容的。那甲遐个坐5火船去到美国的遐个清教徒，本来拄着基恩，后来会当得到印第安人的帮忙，因个头一遍修行，会当享受遐个土产的时，心中对上帝发出无限的感恩。今日咱要即个感恩节奉献，就是哪甲像安共款。伫过去咱一当的生活中间，可能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吼，也毋是拢一切一帆风顺，嘛是有拄着真侪艰苦、真侪惊吓、真侪危险。毋过，咱会当行过来，特别咱伫台湾几啊冬的即个疫情中间，即马会当行出来。咱即马也搁有的所在是伫战争的中间，伫地动的艰苦中间，有的人是伫迄个夭饿欠过中间。感谢上帝，咱也搁会当有遮富裕的生活，互咱会当伫遮徛起，互咱有平安。
这就是咱爱感恩。我就想到圣经有足侪人物，其实是拢咧记载感恩的故事。迄个冲击拉合，你也想看嘛？伊做一个冲击，就是古里3章的嘛。但是竟然会当诚做以色列百姓，因要去入迦南，一个真要紧，上帝甲伊拣选来帮助因的探子，保护因的探子，直到当因入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阵，会当保全伊的性命，伊会当诚做上帝所拣选的人，诚做咱的主耶稣的祖先，代表的祖先。哇！我想伊若想到这个代志的时，伊的心中无限感恩。咱若读到这个路得记，真不能为必利行走去甲摩押地，摩押地毋若伫遐拄着比国恩搁较凄惨，伊的翁婿过身去，伊两个囝破病过身去，绝望的这个拿俄米，本来是一个甜的拿俄米，变作苦的拿俄米，即满要倒转去到家己故乡，死嘛死伫故乡，想袂到这个新妇罗特外邦的女子，佫竟然要缀伊倒转去，伊就转去了。伫我咧修成大美的时阵，去袂随，后来伊的新妇竟然透过伊家己鼓励，竟然会当佫甲迄个波阿斯会当结做夫，后来佫生囝，拿俄米真正较早是苦袂了但是即满是甜伊的生活想到伊的头前伊就甜蜜蜜。这个就是拿俄米，我相信伊的心中何等的感恩竟然我今日会当有这款的上帝的恩典。咱读到伫这个内容下关咧记到这个思念的妇人人，这个思念的妇人人，伊逐项拢好，但是袂当拢照全这个以利沙得到伊的接派，当然以利沙是足爱报答伊，问这个基业说讲到底伊有需要啥物？无咧，伊先生做官，伊也有厝，伊也有钱，伊当拢无欠过。无伊无囝，所以就求上帝赏赐伊一个囝。后这囝佫破病，毋过咧伊这个伊利沙佫也救我。我想这个思念的妇人人若想着讲哇！透过上帝罗卜得到遮大的恩典，伊的心中一定无限的感恩。咱今日读的这个圣经，主角叫做米非波设。这个米非波设伊是扫罗的孙，伊是约拿单的囝。咱知影讲扫罗因为袂当顺服上帝。伊所做的无上帝欢喜，所以当然后来伊若无依无去，伊佫甲伊的囝拢死去，伊即个孙佫是歹骹，实在讲来头前的路是真凄惨的啦。若像过去讲一个新的王客，即个前途应该会去用超级灭族，毋过即个大笔竟然咧关心到即个约旦的囝扫罗家搭的还佫有人无？有一个这个米非波设，这个歹骹呀，结果就透过人甲找到，伊的家有一个叫西巴，所以就甲带来当然咱会当看这个米非波设是无爸无母的孤儿，哪有人咧在无要紧你代表会竟然咧关心着伊，伊来甲大伯面前讲我实在是伫你的面前，我那个像迄个狗共款这个死狗共款都无人要滴的，竟然你管顾我。因为大伯有一个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有一个朋友的疼，所以伊就会当来接纳伊。哇！咱看见这个米非波设伊若想到讲，伊会当甲王坐道，伊会当享受王宫所有一切的时阵你会想讲，伊的心中看偌感恩。兄弟姊妹，今日伫这个感恩节
其实咱是甲免费拍摄差不多了。本来我是有罪的人，我应该受定罪，我是该死的罪人，我是应该伫得救是无分的，伫这又是无分的，我是无五望的。不过上帝啊，你哪会对我遐好？你竟然拣选我，你竟然为着我生，你为着我死，连爱就讲，吼，为着我来降生，为着我来受死。哦，上帝啊，你哪会对我遐好？感谢主，今日是感恩节，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咱来读生命记就知影讲，迄个咧描写上帝对因的疼，上帝对因的疼是甚物款的疼？伊讲，要我听你拣选你，毋是因为恁的人多，你原来伫万国中间的人上少的，吼，毋是恁强，恁就足量的。吼，你是做奴才，恁本来就是无自由的，恁就是无五望的。但是上帝竟然来听，来拣选你，透过这个摩西传出埃及，互因个会当伫约书亚带领，会当到老年到彼个地。所以兄弟姊妹，其实伫这个申命记吼，所咧记载，就是咧讲阮的祖那个像要死的亚兰人因本来就无希望毋过落到埃及做奴才上帝竟然听阮，甲因救出来互阮来到这个迦南地，阮即摆会当修成这个土产，所以带来到祭司的面前来献予上帝，来感谢上帝，透水的果子来感谢上帝，这拢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就是爱上帝献上感恩。使徒保罗讲：兄弟啊，论到恁的受调，照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有能力的无偌济，尊贵的无偌济。上帝拣选这个戆的，和智慧的见识；拣选软弱的，和勇壮的见识。上帝拣选这个卑贱的，互人厌恶的，那个像无的来毁掉迄个有的，互一切有血气的，伫上帝面前无一个会当夸口。感谢上帝，咱今日就是爱感恩，望咱会当算效上帝的恩典。那像诗人大卫所讲的，恁就要用感谢做节献予上帝，各至悬的行你的愿。既然用感谢做节来献予上帝，就是荣耀上帝，照伊正路去行，的确要得到伊的救恩。求上帝赐福咱三角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阮一生的日子，阮毋拢顺境，有时有逆境，但是阮感谢你。其实这拢是上帝你的恩典，有时你互阮拄着逆境，互阮知影阮的有限，阮的软弱，阮的欠过，阮的需要。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受拣选，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伫过去一当中间，可能阮也有拄着欢喜的时，也有艰苦的时。总之主，无论欢喜的时、艰苦的时，你拢无离开阮，你拢甲阮三角彼地。主啊，感谢你，阮的人生有时伫高山，有时伫迄个低的山谷，但是那甲像迄个铁路有两个轨道。无论是好事歹事，拢同时伫阮的生命咧向前。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靠着你的恩典，阮会当克服一切，这会看起来是无好的代志，阮会当赢过，这拢是你的恩典。主啊，阮当然也要为着遐个好的代志临到阮，阮来感谢你。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伫感恩节的时，阮会当搁较听你。感谢你，一生来荣耀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要来声音感恩奉献的诗，是圣诗437首，圣诗437首。今日是修成感恩日，咱请起嚟吟全首。这首是一首原住民真水的歌咱特别选这首《赛德克》赛德克书修成的。
上帝救赎我生命的，因你是受先感恩的，我上帝救赎我的，因你是受先感恩的，咱着欢喜生下来我乐意，因你是欢喜感恩的，纪念上帝救赎我精彩事，因你是欢喜感恩的，感谢上帝为这受生的罪，因你是欢喜感恩的，咱着相信献你的意，因你是快乐感恩的，咱着是小小了所大有，因你是快乐感恩的，你最是给咱的苦难留步，因你是快乐感恩的，咱着永远着感谢你。谢谢，谢谢。这是要来感恩的奉献。等下我会来指挥讲是请上边的两排开始，接下来慢慢第二排，然后中两排，好不好？请咱的苏琴继续。这是会当请上边的两排会当来摕你的感恩这个奉献，奉献落我会当来到头前来奉献。第二排甲第五排会当来到台前来奉献。中两排兄弟会当来到台前来做感恩的奉献。M 楼的兄弟嘛会当即时会当落来二楼主堂遮来奉献。M 楼的兄弟姊妹嘛会当来到台前。
那么，请兄弟今晚咱做伙起立来吟这首《摇花祝福满满》，咱对头来吟。山中的白灵是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力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奇，予地秋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要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温暖慈爱你到万世代。我要摇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何乐情伤伊命，淹没。跟咱这边来吟，摇花祝福满满。要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温暖慈爱你到万世代。我要摇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何乐情伤伊命，永无散，何乐情伤伊命。何乐情伤伊命，永无散。最后，请干牧师来祝祷。那恁通平安去，恁伫感恩节用感谢做节献予上帝，至悬的行恁所下愿，愿恁的感恩节会当诚做芳芳的节，互上帝欢喜感动。来荣光伊，佮愿意照伊的正路去行，的确要得到伊的救恩。伫以色列百姓所领受到的恩典，伫圣经做上帝拣选的人领受的恩典，也要教伫恁，互恁出去得到福气，入来也得到福气，互恁坐伫顶面无坐伫下面，互恁做大无做小，互恁会当祝福人。会当诚做祝福的管道，诚做恩典的出口。伫新的一年，互恁的灵魂体拢兴盛，所做的拢来荣光上帝。伫欢喜的时学乐上帝，伫困难的时祈求上帝，伫安静的时敬拜上帝，伫艰苦的时信任上帝，任何的时阵来感谢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比例。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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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闭会。